哎呀，姓刚刚无 last name，还是 surname 诶，拢亲像有姓多姓高迄款的姓，有啦有啦，加一个啦，嘿，姓氏哦，李姓嘿，哦，所以讲有真正有人姓即个姓。嗯，毋知毋捌拄着，哦，我是啊，讲嘿，我嗯毋捌拄过，嗯嘿啊，有可能嘿，嗯嗯，嗯，是，应该对，这个记，有食哈，嗯，定好，学生，姓好姓，二十，哦，嗯，香洲佫会记无？嘿，香洲倒位你知佫会记无？嘿啊，诶，我想看觅，诶。应该有冷静静定记袂记啊？讲着即个所系泸州，上洲，嘿，泸州泸州，我拄则拢沙丁埔，又是讲沙丁埔甲伊无是，共，泸州，毋过伫隔壁吼，沙丁埔对，甲系上洲伫隔壁，嘿，泸州，好，泸州嘿，嘿，嘿，古早叫泸州，香嗯，洲吼，香洲啦，好，好，好，20，嗯，啊，石石口，伊石，敢是石石口，口，所以讲应该是有调音石口，所以对讲石应该是第八条吼，石口。对嘿，就是上山，哦，对，石口，嘿，这个我有印象，有印象，嗯，嗯，记即个是对，读做石嘛吼，所以变成石石口哦，啊，石口，本调第四声吼，石口，还是我嘛是袂嗯记，石口，嗯，但是我咧用，现在是毋是叫做石口哦哦啊，因为是拍档古石，迄个对，是歹人有石，歹人有石，石，古石较低调。石石，哦对，古石，我毋知因叫做石口石石口，我毋知。石口，去问在地人啦，我有机会再问看哦，在地人是毋是好，是到是安底是讲怎拍？石口，石口好，还是讲石石口？口，好，对，好，汉字是知啦，就是因无毋捌看人嫖客，毋知哦，落读。好。你看你若诶即马看即个，诶，若是教育部收的，伊是收息口，对，你嗯，看伊嘛是毋嫖过嘿，息石口，口，嘿啊可以嘿啊，息可以是口对，石口，应该嘿，息口，但是这吼歹讲吼，嘿，哈哈哈，就是即本诶。爱问大遐的地对啊，人吼，即本新竹诶迄漂音我从来毋捌听人讲过，我袂记啊，新竹诶，新竹是虾米飘音？我袂记啊，你个会记啊？伊哦顶个新竹漂一个音，我实在是捌看。哦哦，好，好，来21吼，嘿，双连，哦，双联，双连知啊，诶，等一个，要顺这个连呀，双联敢是双联，敢是对对对，共款的？哦，原啊，来伊就是讲，伊嘿，嘿，就是原来先，伊是叫做双联，不是双联，我毋知，古早是，我实在我毋知系啊系啊，吼，哦，好，嗯，了解，嘿，嗯，其实吼，即个台语的嘿，即个地名音吼，嘛是会嘿，变化吼，嘛毋是讲，哦，对，毋是嘛讲我是讲拢共款，我举一个例啦吼，我当举两嘿，个例吼。第一就好，是回连嗯，嘿，回连港，啊，回联是回联，嘿，回连嗯，回连吼，其实回连是我较回联，听阮阿公的回联，讲法，阮阿公讲回连，哦，嘿，回联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嘿，阮阿嗯，公因较早捌去后山住过吼，就是因较早捌移民去后山去回连遐生活，所以照理来讲，伊若安尼讲，表示在地的回连人就是安尼讲吼。嗯，但嗯，是我相信即满好，会晓讲花莲的人足少诶，拢讲嗯。花莲，花莲，哦，嘿，无人讲花莲啊，哦，了解，
嗯，迄变化当然和汉字的使用有关系嘛。你本来是回兰，你就回兰，你嘿啊，就自然的有表达。关系，嘿啊嘿啊，对不对？就袂讲花花，无莲的时阵，花这个意，你就这个花莲的白话应该两种讲法，这到底是花还是花？哦，嗯，因为你过来就愈来愈变就无讲去啊，吼。嘿啊嘿啊，这个地名是阮较早，嗯，我家己出世的迄个砖头啦，嘿吼，阮嘿，在来阮拢讲叫做麻园，吼，啊嘿，是是，但是，有听你讲过，诶，嘿，呃，但是有可能这是嗯变化过嗯，来讲的念法。哦哦是哦，嘿啊若是本地的讲法咧，我是不是一时仔想不想不出来？嗯哼嗯，呃，我袂记是毋是头前即个音，叫做哦，麻嗯，麻园。麻，哦麻，嘿，哦，八嗯，我即嘛一时仔想袂起来，嘿，我袂记吼，嗯袂记啊，我记诶是对看来，就是嘿你 Facebook 有一个朋嘿，友，我袂记伊名，我即久无看 Facebook 啊，所以我即嘛甲人毋记伊名。伊较早伊有甲针对我嘿，即个讲即个网迄个地名，伊有哦，我一寡意嘿，见。我记诶迄当时，哦，我说嘿，感觉讲，真有可能就是安尼，就是哦，台语诶讲法已经有咧改变去啊。当然这已哦，经呵呵，无倒去问啊啦，因为我所知影嗯，拢讲麻园嘛，无人讲麻园啊，好，对啊，是，好，来，所以相连相连，嘿，吼，好，是相连相嗯，连，嗯，即嘛嘿。可能听袂出系啊，啥，即摆应该无人讲双联，大家拢讲双联。对嗯，啊，嗯，但是就是安尼变吼，就是系啊，系啊，嗯，好，好，即个人叫做陈奎俊，陈奎俊，嗯我嗯伫即只熟悉一个嗯，即只公公司的迄嘿个嘿老先辈吼，伊的名嘿，叫做陈奎水，亏水啊，诶，敢是迄个亏水，迄个亏，迄个亏水，汉字就是迄个对亏水哦，迄个亏水，是是是，伊是呵呵，伊是倒位人，嘿，我一时较袂记得。敢是落水客，伊就是无啦无啦，真哦，正，落水客的人，伊就是落真正就是水溪，遐海人，应该是北华南华，我袂记啊，就是哦，江华分林，迄到位啊，我袂记伊啥物所在啊。足趣味呢，对啊，嘿啊，就叫嗯，淡水水安尼吼，嘿嘿，这袂就是歹袂歹。就好诶嘿，名，我感觉就是就好诶名啊。在地人的人名，对啊，嘿啊，咱敢若讲真好。伊 Native Americans 看到鸟啊，或者是嘿啊，叫什么叫什么河叫？嘿啊，水河山诶名吼，就是摕来做名用安尼。嗯，总比我即种名是看就有学问诶，但是要看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是，嗯，嘿，无效啦，吼，天管嘿，无效。诶，敢有人讲过你的名，迄个汉字的意思看起来就有霸气，气魄，嘿啊，就霸气，对对对对对，嘿啊嘿无啊，人讲过，但是当然是看无啊，就哦，霸气。有这个感觉吼，对对对对，嘿啊嘿啊，但是足奇怪，这个名佫毋是讲嘿足罕见诶，我发现叫我嘿，共名几啊个吼，共名我是哦，共姓诶哦，佫几啊个，莫讲共名，共名我是哦，当然无共姓诶嘛嘿有啦吼，共名共嘿。姓诶嘛几啊个，我是哦，好，对对对，呵呵，嗯，嗯，共甲想要听做甲想嘿，要听，做甲阮高中老师，嘿，嘛是高中老师，叫这个名哦，毋是叫这个名啦，我高中嘿，化学老师，嘿，因咧点名诶时阵，点着我诶嗯，名。嘿，别人拢无，干那我叫我徛起来，嘿，伊讲我看者，倒一个人你徛我看，嘿，伊讲你是我教的第4个、第3个，共7哦，个名，叫这个名，
竟然有这个，伊讲个专家个问我讲，你姓倒是特别爱这个名，我讲我哪知？也是姓着，拢爱叫这个名，拢爱对啊，伊讲出这我其实个名，我共个毋知父母第三啊拢爱这个名，第四个，伊讲毋知第三，我袂记得第嘿，三啊第四个。共名共姓吼，啊，毋是干那伊，阮数学老师当时共一间学校嘛，因都是讲共一个学生嘛。迄个数学老师嘛是讲，伊嘛是安尼讲，伊讲，诶，嗯，你是我教你即个名，之前教过几啊个，安尼。真正就对啊，啊，有一个我一直有印象啦吼，因为伊加我无几号，加我差不多，我想看觅，可能加我6号诶款。嗯啊，我咧读国小诶时阵，你毋是读，对，加我差6、7号啦吼。我咧读国小诶时阵，小学高年啊啦吼，伊拄好考大学，啊，可能是嗯榜首啊是啥物吼，反正成绩足好诶。嗯，就是台哦，电机啦吼，所以迄嘿嘿，当阵迄啥物，迄广告单啦，参考书后壁广告拢有伊诶相片，有伊诶名，啥物叶苗哦，嘿高嘿，中台电机有一个相片。了解，对了对，迄当阵我小学诶迄个小学诶迄个代课老师，一个查某囡仔吼来代课诶代课老师，伊咧准备要考大学吼。伊就嘿，伊就讲，伊就现我看讲，你看你即个名，你看遮厉害，你看考到即个台电机安尼。嘿嘿啊嘿啊，即个人我一直到后来我才知影即个人，因为后来伊去成功大学做教授，电机嘿教授，嘿，所以我嗯，后来我伫咧食头路诶时阵，有一道伫咧，我去上一个啥物课我袂记啊吼，我伫上课人点名诶时阵点着我诶名，逐个要挖头嘿，来看我。因因为哈哈，因为伊就嘿，想我奇怪是迄个成功大学迄个教授来上课，结果哦，哈哈哈哈，有个讲名啊，就要共名啦嘿。我知影即个，所以伊是我所知影一个人，我一直拢知影即个人。你若哦，去查，即嘛去 嘿 Google 嘿看着即个甲，嘿，讲你个做教授哦，伫咧网络顶迄个名足侪。呵呵，为什么讲来到遮后头？讲到即个名吼，陈开水啦，人名，开准吼。人开水，嘿是，好，好来22，树林，或者大家知吼，树林。嘿树林，顶峰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来迄个树林，伊个飘音应该是第五条，好，嘿，五顶峰，嗯，嗯，好，23北投。嗯，北投嗯，石嗯，安美。石安美，嘿，嗯嗯24桃嗯，园。桃园石安新。石石安心，这应该是可能是兄嗯，弟来款。嘿啊，25南坎。南坎毋是坎，南坎，喙仔合起啊来。啊，南坎，对，安尼就是对。嘿南坎，嘿你华语无合起来，所以嘿，你南坎，爱读南坎吼。花嗯，文才。花文才，26中立。中立，陈英，这些都读。中药，中吼，但嘿我想讲是 嘿 S，我想嘿啊，讲迄看起来就像 S 诶，嗯呵呵，陈好，英中吼。单音中，几个地名即嘛拢嘛是相款安尼叫法啦吼，所以无啥物好讲吼。嗯，过来是27新店吼，即条历新调，史是嘿，新调，嘿，曾水果还是水嗯，果？也看水起来个果的话，好，增水果，嗯，嗯28新埔。新埔，新埔因为团到客人争去吼。嗯，但别蛋饼，嗯，29大河口。应该是大鹅靠，嗯，大大口吗？鹅大鹅靠，河口。OK，大河嘿口可能，嘿，因为迄个敢是嘿，敢是啥？新敢是河口。共一个所在啊，无共是的，是，就是嘿，新店的河口。鹅靠，所以河口。鹅靠甲大鹅靠是共一个所在，
乌口大我乌口，相信是同一个所在啦。呵呵呵，为什么我拄则小顿点一个，就是讲嘿，嗯大，伊是写河口嘛，大河口，嗯，大河嘿口。嘿，我咧想讲，应该是湖口啊？为什么？我拄则来想着讲，应该是大嘿，河口才是迄当阵的正确的讲法。是哦，迄个，因为嗯，伊迄个所在一定是有落一河落嘛，垃圾哦哦，嘿是是，嘿落一河落的所在叫做嘿，河，伫嗯伫客话可能叫做河啦吼。嘿，啊，伫台语哦嘿就是讲，嘛是讲河，就落一河嘛，我拄则讲落一河。嘿，啊，所好以湖口，你即马看了即个汉语名湖口，其实迄遐无湖啦吼。要讲哦湖嘛，应该是做，就是但是最主要毋是讲湖，是讲迄个所在是垃圾河。嘿，垃圾哦嘿，垃圾来哦，看一嗯个地图好了。嗯嗯，好湖口一般是讲即角位啊啦吼。嗯，哦嘿嘿创管路即边，嘿，即边叫做新丰，即边叫做湖口安尼啦吼。嗯啊，为什么叫做？即嘛，即地形嘛看袂出讲是毋是都有垃圾恶落啊？因拢看拢平平，但是嗯你看袂着湖嘛，你无看到什嗯，么湖嘛，即个所在是嘿无湖即嘿啊个物件哦。嘿啊嘿啊，所以即个地名含湖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嘿，就是地形嗯，叫做湖哦。对哦，是好，过来，啊，嗯你你知嗯。我表达啥哦，啦？吼，无，我知影，我就想着顶摆咱毋是看着迄个 B，啥物 B 比对后对对，嘿，迄款的 比嘿，B，有嘿，亲像就是差不多的感觉吼，就嘿，就是拢是是。地形变做地名安尼。B 是真正有一个 B 哦吼，你若讲什么 B 哦，什么 嘿嘿，B 是条 是真正有 B 一个 安尼，B，嘿嘿对名对不对吼？你若讲什么 嘿，B 什么 B，一般迄也真正有一个水窟啦。哦，水窟啦，嘿，嘿，好，嗯呃，嗯比如拄则讲嗯，万啊 B 吼，安那 B 对啊对，就是遐应该有水窟啦。啊，我意思讲水窟啦，遐就嘿地势较嘿，低嘛吼。哈嘿对，啊啊，但是即马看个反啊坡变成地势较悬啊，这嘿嘿这嘿是，奇怪。嘿啊。伊个意思都是完全倒变。系啊，意思都毋嘿，对啊。就是汉字的使用互人误解去啊。照系你啊系啊，想讲，是汉字用毋应该是，对尔，嘿，毋是用即个土字边啦。是是，因为表达迄个 B 的嘿迄个音，结果变成安尼。嘿是，来过来，佫诚侪嗯，地名，好来即下佫较，系啊，咱好，四条看当头嗯，先吼。好，三十是嘿，月月眉，月月拜毋是月月眉，月月拜，月眉啦，月眉啦。怎样？嘿，月拜，我是读做月眉啦，所以写月好，眉吼。好，苏阿君，罗阿君，嘿，嘿阮新竹遮啦吼，新竹遮嘿，的牌，新竹好，遮的牌其实是伫嘿，个什么所在，我都一时也讲不出来。嗯嗯嗯，哎呀，我都怕这个注音，特别是所在。哦嗯，即嘛叫做月牌，月拜，哦，月拜，嘿，嗯，呃，所以这个峨眉其实就是月牌，月拜，嘿。好，为什么写做这个的音去，我嘛毋知。嗯
咱来查一下吼，我咧读到底是对啊毋对？五嘛吼，嗯鹅啦，歹势鹅，嗯，这是鹅，这是鹅吼，所以是鹅牌嘛吼，阮读做鹅牌。好，过来是南庄，南庄，南庄嗯就即马苗嗯栗关去啊吼，我都较无遐熟啊吼。嗯，社春梅的管头，社春梅。夏春梅，嗯诶，过来是即个社吼，我有人听有嗯，些人读做食吼，我嘛毋知。食迄诶，即摆敢是读食会较济，就是我我毋知哦。定定讲到即个姓，拢是听到食较济，毋知影我是为虾米。我细嘿，汉是拢听着人讲社啦，因为我食拄好我头前是社，嘿，所以我主哦，原啊来是安尼，所以我听嘿啊，人读食，我嘛硬者，读做食，我讲一个真正对对对，拢知影，读做呀，我食。就想讲，敢是我记毋着，读写毋着啊，食应该是才是拢有啦，正确的。拢有啦，嘿啊，我嘛有可能是嗯腔口的迄个读法对。无共吼。嗯嗯过来是嗯，32嘿，刀换对，边，刀换刀边哦，我毋知这啥物所在，刀我音嘛刀无画边，毋捌特别有。听过呢。刀画边，嗯，刀画边毋捌有听过。嘿，声调无？这毋知有声调无吼？刀若无，就是第一声就是刀换边嘛吼。刀画边啊，边，刀换边，诶诶，刀画刀换边啊，伊是我知啊，我知。边啊，你知影？所以讲后一个字应该是第五条吼，上尾迄个对对对，第五声。边我即嘛知影即个所在啥物所在啊？叫做在讲伫倒位？嘿，华语叫做斗焕平。原来是这，原来是这，嘿，嘿，因为原来是这个一嘿，个平啊话诶，印吼，啊，所以为什么话是叫做翻斗话边？换就是交换迄个换交换的迄个换交换交换边，好好了解了解，交换 O A 第七声好，，O A N N 第七声叫做换。嗯，好，换边，这个所在是伫，即咱嘛苗栗是识着关吼，即了了，嘛苗栗关吼，交换好好，有交换即边，换就是安尼读的吼。啊，嘿，因为伊的即嘛即个地名吼是安尼写的。嗯，哎呀，所以我煞毋知影讲原来伊即个伫台语的读法是读做交换边。原来是这，嗯诶，嗯苗栗关这啥物嗯，所在我嘛毋知。因为即有一个平安营新兵训练中心，所以即嘛足侪人知影即个所在。呵呵，嗯。好，无怪我好，毋知影迄个所在，嗯捌我做兵，所以有去做兵啊，拄好伫遮分配来，即遮咧做新兵训练的吼，就知影即个岛啊。就知影迄个所在。对对对，敢若是和我较早共一个书的款，伫哦，诶，嗯哼，好好，我不记得是书，伫我差不多嘛，一到位啊嘛，我是伫咧新店即只新埔即只，应该拢是2栋6啊，两好，控是，书啊，好，斗啊边吼。嗯哦，今仔日学着即个所在，我毋知影即嗯个所在叫做斗啊边。嗯，好，真心无，好，真心真无，无，嗯，33也是第五啊，第七条真心无，好，歹势，嘿，头份。好婚啊，总是因为即知影即个所在有，嘿，叫即个地理的群，你的南北，嘿，吼，是，差不多是嘿，安尼。我说这三群的所在嘛吼，我拄则讲嘿，这拢是苗栗关啊吼，
即三十个是伫即嘛新竹县啊，过来就是即嘛苗栗县啊。嘿，苗栗，嘿是，较早当然拢是新竹州、新竹厅啦，所以其实较早拢是伫新竹啦，但即嘛已经拢分开啊。嘿，头份吼，嘿头份你头份，写这个是什么？港义讲什么？所哦，头份港讲义所，义所。哦，头份讲义所是对，迄个讲义所。义所应该是讲伊即遮有一个港义所啦，就那个哦，叫原来是，港义所，就是迄个所在，像呵呵，义所安尼啦吼。嘿嘿，好，相关征信毛34，嗯，这什么所在？哦，啊毋着苗栗，哦，是苗栗，我苗栗，看到边啦，迄个 我看到 U 边 N 系 U 哦印刷的关系苗，U 栗边啦，应该是 U 吼，嘿，苗栗，我看这 N 我都唔知是什么写所在。上变，哎，我有在想无，我嘿啊，什么所在？嘿啊，嘿啊，我听过嘿，苗栗苗栗，变的，嘿，苗栗，嘿，严宽怀哦，严宽怀，严宽怀，嘿，看起来是安尼，严宽怀，嘿，35嘿，公公干干针，公干针，公干公干针，哎，嗯，公干针，嘿，公干针，嘿。哦嘿，，OK，诶，你知影我迄个所在吼？我以为应该是迄个所在，咱甲这个人名叫哦，好，拉信老阿信，嘿，，OK，即嘛叫做嘿，即嘛叫做公馆。苗哦，原栗来是公馆，遐，嘿，我咧用，公干甲我咧用啊，公关，因为嘿嘿，应该是，无嘿啊，共食看起来啦，就接近，嘿啊嘿啊，公干针，好好好嘿，公馆嘛，好，即嘛你若嘿，是台语，公关，做公馆就是公干，嘿啊，真明显，迄嘿啊嘿啊，汉字摕来用了，即嘛地名才几个。伊了着噪音器，嘿，对，是，本来应该是公干，啊公嘿，干，公干，你若无即个针就是公干，啊，但是嘿，是，干针吼，嘿是，嘿，36嘿，西潭，西潭，嗯，西潭即嘛，佫是叫做西潭，你知影即个所在无？嘿，知影有听过，诶，咱之前苗栗斯坦嘛有看过迄个所台在，嘿啊，山线有啊，吼，西潭嘿有。山里啊吼。我较早讲嘿，我是，一个高中同窗的是西潭遮客人吼，西潭，哦，呵呵，台山线嘛，所以是西潭。嘿，伊较早较早即种深山嗯，嘛，深山啦是就是嘿嘿嘿，前山的即个所在吼，其嘿，实是嘿，较偏僻，嘿，嘿是，嘿啊，一般啊，人较无毋过，感嘿啊，伫苗栗真苗栗足侪即款的所在，即马拢开啊，即发，啊，嘛是。拢有是旅游业啊，基本上拜六礼嘿啊，拜拢是专人吼，最闹热的。嘿啊，嘿啊，对啊，嘿啊，啊，因为逐家拢赛车出去佚佗，对啊，嘿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西嘿，潭。嘿，我即个嘿，高中同窗的后来，即个嘿，前几年有阮高中即个 group，迄个 line group 群嘿，组，我看嘿，哦，伊变做即个嘿，科粉了吼。啊毋是啥物，嗯，哦，是啊，系啊，哦，迄当阵啊，好，这真正是好。我就看袂落。我真正是，好嗯，啊，真正就无彩。啊，我当然高嘿，中群组，我后来就毋知嘿，都啥物原因，无拄好跳出来，就到尾我就毋捌佮加入去啊。我毋知哦，嘿，即嘛是毋是佫是，呵呵，我就毋知影。哈哈哈哈哈，几啊年前好啊，迄当伊才出无偌久吼，啊，嘛是有可能，你迄是几啊年前的代志，即嘛毋知影伊敢有清呃册过来。我认为应该无可能啦吼，因为迄当啊，阵是哦，已经国嘿，民党就已经含民进党应该拆破面啦，迄当阵就已经拆破面，应该足侪哦，人已经知影吼，所以。哦，啊无法度啊，哈哈，好，因为我一开始当然对国民党嘛是印嗯，象袂歹吼，印象袂歹，嘿，就是系啊，就是有期望啊。嘿，伊拄出来，迄当阵就是足侪人拢毋知影伊真正是啥物款的人。毋过系啊，有包装，敢毋是安尼讲哦，包装，但是伫迄嘿包装，当阵吼，我著对伊讲起因阿公诶代志，嘿我心内足嘿无无啥，嘿我感嘿觉我足无认同诶，伊迄种态度，我完全无认同。对家己阿公诶嘿啊，迄种嘿诶过去啦，迄种嘿解说方式，我无法度理解吼。毋是无法度理解，我无法度接受咱诶想法遮尔。嘿啊嘿啊
像个国民党嘿，想法，我拢嘿是啊，迄当我就嘿啊，果然伊本身就是迄款人，我嘿啊，真正无法度。那嘿，你倒嘿，好，你要哪讲，就是恁阿公嘿，迄当阵伊师范毕业的，所以迄当阵改日本名。我即嘛讲嘿，足简单的话，四字天经地是，义啦吼，就是嘿啊，嘿啊，迄当阵拜托个，你做师范毕业改日本名，迄根本就是政府政策，你无做就袂使。不管是伊是自愿的，还是被逼的，你今仔做一个事所，你绝对无迄个感觉见效的迄个立场啦。嘿，我意思讲，你完全无迄个嘿啊，感觉见效的立场，你无应该感觉见效，迄是恁阿公做的。嘿啊，嘿啊，就是嘿啊，你为什么好嘿啊，见效啊？嘿啊，我真正无法嘿啊，度理解，毋是无法度，我嗯，无法度接受啦。吼，理解是一定理解，我无法度接受。我真正迄嘿啊，人我足无法度接受，嗯讲你今仔是一嗯，个做孙的人，你感觉你阿嘿啊，你讲，公做所作所为，你退感觉见效？你嘿嘿凭啥物啊？我嘿嘿真正讲是啊，你凭啥物退恁阿公见效？嘿啊，嘿对啦，嘞，所以嗯迄当时我就嗯嗯，现在足无法度认同吼。嘿 OK，啊，嘿啊，咱嘿好，讲转来，我嗯嗯爱骂即个人啊，嗯哼哼哼无哼，值得骂。嘿啊，嘿，罢不了，嘿啊，好，拄仔就甲对头分别西你滩，嘿，西滩，讲讲嘿，嘿，公关证吼，晒太阳，好，过来，嘿，西时滩，嘿，间够有吼，好来，佫剩好，3分钟，加好，读吼，嗯，嘿， 57嘿，大甲，这大家知，大家，诶，已经到大家，嘿，见到，大家嘛进是讲庙咧，度袂歹，嘛个是庙咧嘿啊，关啊，这是嘿啊，北部教会吼，北部教会诶，是等一个，你哦，讲嘿。等一个，所以讲标的，佫有一个大家，毋是台中迄个大家，哟，呃，歹势，迄是台中啦吼，但嘿，是迄就我嘿啊，嘿啊。我甲当作是系啊，哦，诶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大家是台中的上北部，对啦对啦，诶，对，这嘛是我所知啊，系啊，北部教嘿，会就是较车吼，伊就是哦，大家，系啊，较这个系啊，抗战尔吼，国内就是哦，算嘿，国内是奇怪，伊无中部教会啊，我记得国内敢若就是嘿啊，南部教会啊吼，哦，呵嘿，呵，较车。也是爱到露水溪遐，可能无甲无遐呢，遐尼，咱无咱咱就去遐远，咱去看咧，咱嘿啊，等下去看就知吼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好好，大家是，嗯，因为这只是原理，就是庙的关嘿，嘛，吼，三义嘛，嘿啊，嘿啊，这只是是，这只是大龙嘿，关，吼，大家，嘿嘿，是，当作是庙咧，吼。嗯对吼，嗯，大家是好，嗯，什么啦？田金坡吼，田金坡，也是地金张啦，歹势坡，歹势，啊，张啊，啦，哦，张张金坡，金坡，嗯。张金坡，嗯，30好，岁，马有，马有，马有什么所在？完全唔知影是好，当然老名马先来读者有，吼，李好好，李重庆吼，李，敢毋是重庆，对李重庆吼，重啦吼，李重庆，就嘿，变掉李重庆。好，李重庆，嘿，马有好，咱来找一个，想看觅马有，马马嗯，马，即嘛就是马苗吼，即哦，个对对对，嘿，是变马，音是是，猫哦，嘿，对，一寡音嘿啊，的变音。啊，就最近几啊年都足侪人讲迄个台巴沙遐迄个，即嘛人叫哦，马猫康猫空啊，康吼，毋过应该是巴空才对，巴我毋知，空嘿，但是嘿，伊有啥迄个地形啊，还是啥物款关系嘿，巴对。空嘿，迄叫巴原来敢若阮遐有一个所在叫目里镜吼，猫巴儿定厘镜，吼，哦，猫好好，儿定这巴厘我镜嘿，我我一直都无度理解为什么叫做目里镜，阮应该是讲我嘿，我无度理解目里镜为什么叫猫儿定啦吼，哦，哈哈，就知是影吼，后来巴厘，当然嘛好，是最近这几年才知啦吼，巴厘镜好，虽然我了解。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哦，巴厘景点，这个是 mystery 吼，自身我觉得奇怪，是是这个所巴巴在为什么叫做猫店哦，儿定？个巴店，对，明明就是。呵呵，阮嘿，佫毋是读做马定，阮巴店，是读做目字镜吼，阮读做。巴厘店，哦，当是然目字镜是毋巴厘店，嘿，因走抓去，我嘛毋知啦。我因为呵呵，那姊毋是即个人，即个所在的人，所以伊嘛就讲讲，哦，所以讲目字镜。嘿，巴厘店，嘿巴厘店，好，巴厘好，嗯
嗯，所以这是马的音了哈。好。这寡地名都要读煞，今仔日刚买着读煞，甲字仔读煞。你感觉有法度？我看你啊，系啊，因好啊，我为都拄尽量啊，咱好字啊，尽量啊。系啊，但是咱有时好好好看到一寡趣味的地名，拢会填进好，吼，拢会听着咧切的时来查间。看觅，嘿，好好，就袂歹。比如讲马有，我就毋知要哪。好，马有是啥马，物所在，我毋知。马有，系啊，马有，这好扯啊！因为伊是苗栗县，所以我一定是无听过啦吼。除伊足大的所在，比如讲，拄则讲公馆吼，西潭这种大所在，我知影。你著凊彩一个砖头一个所在，马有迄个叫一个马有，嘿啊，我毋知，我无法度吼，这马有倒位我毋知。马有，嗯好，过来39，通嗯，宵，这就大家知啦吼。通宵，系啊系啊，是林秋吼，林秋，嗯40是嗯，墩仔卡，蹲啊卡，嗯墩仔卡，豚脚啦吼，豚仔脚，嘿，豚子脚吼，嗯还是毋知，嗯我毋知这个所在，我毋捌听过吼。嗯，林清廉，林清林清凉，凉廉，清凉，嗯好，嗯嗯墩仔卡佫会使看词有吼。嗯文子脚，安尼吼。嗯台中可能嗯，一个，因为后里遮哦，嗯哦，嗯，真有可能啦吼。你是，看墩仔诶，卡有嘿嘿嘿，是过来无？墩仔蹲卡，蹲啊卡，嘿嘿，看起来就是伊，对，应该是这位。哦，所嗯以因北部教会已经到台嗯中遮来啊，你看。哦，嗯过来，诶，嗯，过来是倒位啊？墩仔卡伫倒40嘿，嘿，墩仔卡吼。41，嘿40嘿，鲤鱼潭，还是鲤鱼潭吼？鱼潭，鲤鱼潭，诶，鲤你知无？鱼潭，鲤鱼潭，敢是？对，嘿对。哦，咁但是伫山呢，应该即是叫做马但是伫苗栗一苗栗个县嘿，对对对，关公的，要安怎讲就是景点，嘿，对对对，因为关公的地点，苗栗县风景区，伫嘿，遮，风景的，嘿，过遮，嘿啊嘿啊，因为风景区，嘿，这个水库啦吼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嘿所以你看无像一个湖啦，应该是较像一个水库。嘿是，嘿啊，就是即马都已经是那迄个互人客去耍的所在啊，就是遐才游客，去算。应该是讲游客，嘿，嘿啊，我风景捌经过啦，但是我毋区。捌落看，我毋哦，知。因为即马就是苗栗，就亲像我拄则讲的迄个苗栗山区，就侪发展出对啊，对啊，迄款观光的什物餐厅，你看有餐是啊，是啊，厅啊、旅馆啊、随便啊，你民宿迄款的遐也是伊就有讲家己遮会当看到鲤鱼潭，伊嗯的风景就水的迄款，什物嗯，迄款的，我敢若捌经过一呵呵。遍，我无啥印象，我无特别走来遮算。嘿啊，嘿啊，之前我有一摆个赛车，带我阿母啊去哦，是，遐有头去一你个，本来遮行搭系啊，过，一个景观餐厅，就是嘿，伫地图迄个天空之城。我这其实我主要是咱去台中，咩讲？看我阿公阿嬷诶，迄个叫啥物？骨灰无，骨灰塔，骨灰塔，嘿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去台大的路中就去对，迄个观光的餐厅行这咧，嘿，个位啊，我知啦，这个位啊，我就较嘿啊，专嘿，讲，其他我都哦，你嘛是有去佗，也是佚佗，也是有去嗯，经过遐吼，佚佗我捌这嘿，到专工来这遮行搭啦，遮佚佗啦吼，哦，我真正有遮佚好好，佗过吼。
是是，其他就较无专工去啊，有经过安尼嘿尔。啊，有经过，嘿啊嘿啊，啊，即个所在是嘿，我较早就知影，即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然后遐应该嘛是一个最有名的风景区，嘿，景点安尼，对啊对啊，就其实就是，讲起来是无啥，就是较早迄个铁路桥建起嘛。铁路，嘿啊，啊，是因为足是，壮观的，因为你若去遐看，伊个量体足大，所以看感觉足水的。嘿啊，是，嘛是一个发展的方式，嘿，我读大学的时阵，即遮所在佫无人行骹到的，无人会来专工走来遮吼。啊，迄当中嘿啊嘿啊即个嘿啊，嘿做即个铁轨路诶，即个嘿转线的时阵吼，拢会经过，嘿，拢会。哦，嘿嘿，你若我伫遮嘛，即条线嘛吼，你若驶火车对遮经过，会着。嘿，哦，好好好，原来是安尼，嘿，是遐，嘿，拢看会着。啊，所以我迄当阵是就，旧的山线，吼，嘿，好。就迄当阵就会，而且你火车。看伊就即马会使会发，即马就发电讲会去，互人去骑脚踏车对对对对。啊，行车道，就是较早无人会系啊，来专工来遮啦吼，啊，即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经起来。拢是较近代的早应该是，代志，对啊，较早嘿，看就是一个长叶嘿，桥安尼尔。啊，嘿啊，嘿都毋是啊，讲遐厉害，讲啊，就嘿，知影即个所在，就是我读嘿，大学时阵，其实我恁当阵我大学内底都有嘿，人成立一个社团，嘿，叫做嘿，铁路社、哦，铁好好，道社啦，吼。原来系剃刀，就是啊，剃刀下，嘿，所以了解，嘿，伊有出版，也嗯，我记得敢若是伫咧校刊那啥，我袂记啊，伊有写一篇介绍即个所在，安尼，所以我才知影讲，嗯，原来是有即个，嗯，无伊无安尼介绍，我嘛毋知啊吼。较早迄个时代，哪有嘿啊，专门去介绍讲嘿，你台湾一个嘿小所啊，在，一个偏僻的所在，一个什么景诶，点。嘿啊，嘿啊，就迄个年迄个是代吼，无迄个观念啊，嘿啊，迄个迄个年年代是代的观，大山嘿。大水吼，是黄河长江嘿，在是叫做是景点嘛。啊，嘿啊，就拢是着中华诶，啊，嘿啊，即个铁道社吼，我所以迄个铁道社迄个动作，迄个动嗯，创吼，我其实我那就佩服伊伫咧上中高雄中学诶时阵，伊就成立迄个铁道社吼。啊，对迄个高雄大学诶迄个铁道社是伊成立诶。阮迄嘿，个大学诶迄个铁道社就嘿，是伊成立诶啊，嘿嘿，就诚厉害。嗯啊，嗯所以我透过伊，我知影我着足侪，我较早嗯从来毋知影讲这是嘿，你足珍贵诶物件就对了，爱珍惜诶物件。嘿嘿，嗯，呃，嘿啊，我当然伊毋是我动创诶，伊嘿，是我共困共间困共房诶迄个房友嘿，伊诶高中诶动创，伊高雄来嘿，的。啊，嘿，一定找我迄个房友啊，嗯所以我因为安尼才熟悉迄个人吼。OK，嗯第二歹势，继续吼。嗯，好，对，大家李鱼潭吼，过来42嘿是，二嘿，龟，宜兰龟，过来哦，佫走嗯，等于北部啊，所以嘿，南边应该是较嘿啊嘿啊，集中啦吼。你看，哦，对对对，应该到东北遐，诶，嘿是，嘿，而且是到台中倒位吼，应该是我毋知即条溪还是即条溪，我看拄则上南是到倒位啊？大甲，毋是大甲，拄则个墩仔，什龟啊么墩仔，什啊，么毋过，坑，哦，诶，诶，毋过伊讲诶是龟，毋是亏呢，啊，诶。你无我你你即满是。你的你的嘿，我即满第一点我要讲，就是讲北部哦基督教哦是哦哦哦，教到会迄个，台中，但是免讲 毋是甲 border 迄台中款的，市啦，伊敢若是甲大甲哦，尾即车诶款。大家食哦，就是迄个边界安尼，嘿，对对对。拄则迄个什么墩仔骹是伫倒啊？我看者吼，墩仔骹伫倒？嗯墩仔骹伫遮吼。嗯诶，墩仔骹，嗯呃，嗯，墩仔骹伫遮嘛吼。我是伫边遮啊，我找无所在时，我甲点。你看，嗯所以墩仔骹佫是伫即条溪顶头吼。哦嘿嘿，拄则墩仔骹佫有啥物所在？墩仔骹鲤鱼潭伫北边啊，通霄墩仔骹马武大西潭哦，所以上南边就是即个墩仔骹嘛。嘿是，嗯诶，所以应该是伫即个大甲溪。
北边，哦，所以毋是甲呵呵，台中，是是，无甲台中啦吼，台无到中无到遐远嘅，是无有甲台中县啊，无甲台中市啊吼，所是，以北部教会分界就是较遮安尼。好，哦，嗯，我较早是知影到中港，但是中港是直接头即头份遮，后来可能佫扩阔佫较遮吼。因为我较早看迄个马盖博士的日记吼，伊嘿，拢对即个淡水行路行到即个中港遮，啊再佫转去安尼。伊定定安尼好好，行嘛，定定来看即边，嗯来即边看即边的教会。嗯嗯，好，OK，所以迄条溪叫什么溪？我就袂记，大甲溪啦吼。好，嗯，屯仔骹大甲溪嘛，即条是大什么溪？大道啦，即条是大道，即条大甲。哦，嗯，好，宜兰街吼，你拄则讲街什么？龟，无，我就是讲宜兰龟即个，敢就是宜兰的迄个所在，嘿，宜兰街嗯，哦，即就是宜兰市啦，即嘛宜兰市啦，我相信就是宜兰市。宜兰街，街啊，因为嘿，咱讲街啊，拢是讲市街吼，就是市街啦，就是较市区的所在，较闹热的所在吼。嘿嘿，是好，嗯，坑青头，哦，坑青头，嗯。坑可能是坑啦吼，我无介清楚，因为康哦，对，好，我系啊，我拄则都想讲即个姓是虾米字，哈，我无毋捌有姓坑的，所以我嘛，我嘛毋捌，嘿，嗯，哦，我有熟悉好，姓坑的哦，哦但是我是哦，毋知影伊台语会是安怎读，因为当然是拢做坑吼，人的嗯，字吼，所以无毋对是坑啦吼。坑，好，我我较早熟悉迄个姓坑是高中农创的，伊嘛是苗栗县的人吼。哦，好，啊，伊后来变做政治人物啦，我想要甲伊的名袂，嗯，呃，康什么什么嗯，康，伊是苗栗县的，伊个做过毋知苗栗县的一个什么镇的镇长啊，啥袂记咧。哦，嗯，哦，嗯，伊的名是即个，嗯，哎，歹势，我即摆咧录影吼，莫共名讲出来，我想，哈哈哈哈，对，呃，嗯，红林，嗯，嗯，嗯，我要看迄个对是教位啊，嗯，遮吼。所以比西边搁较南边即处啦，比西边甲大甲溪嘛，较遮嘛，较遮。哦，啊，伊即只甲凤林甲已经到花莲港南边去啊，吼。我哦，相信可能经过即个迄当阵的花莲厅吼，嗯，应该拢是规伫北部，啊，伊即边哦，嘿花嘿，莲厅则规伫南部，我哩晓啦。哦，嗯，OK。凤林过来是关西，这个关，关西嗯，是这个关西吗？我无解清楚。关西，嗯，老阿辉吼，老阿辉，诶，嗯毋知啦吼，毋嗯，知是毋是新的关西，嘿嘿，可能嘛毋是啦吼，可能嗯，毋知是毋是花莲迄边有，花莲迄边有关西，有一个关系，嘿，歹讲吼。过来这嘿，是变那马，伊那贝，嗯变那马，我相信是台北迄个变那马吼，嗯变那啦。比拿，嗯，卢阿街，卢鲁阿诶，你知无？诶，鲁，诶，毋是敢是驴，敢是迄个第七声，鲁，嘿，鲁阿基，诶，迄个敢是驴，写迄个双口驴，迄对，个香口路，鲁阿基，吼，香口路，是香口驴，嘿，诶，边嗯那尾吼，
比还那贝，是台北嘅鼻拿啦吼，因为这地名歹讲啦吼。我哩又是台北名，我毋知高雄花莲迄边有鼻拿吼。好，安尼就读煞。刷地名拢读刷，袂歹。安尼，嗯，咱后尾再好，对130页开始读起啦吼。好，北部袂到歹。128到129，嗯吼，嗯，好好好，好，听起来，好，真好。嗯。呀呀。